城大嘅 Salsa 計劃可以幫助到運動員平衡學業同埋訓練，呢件事正。全靠 CTU Salsa 嘅團隊去幫拎到入上去基地嗰度做訓練。我覺得城大 Salsa 嘅計劃係可以提供到人生嘅 second chance 俾你。學生運動員學習支援及入學計劃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設立，旨在支持香港優秀運動員兼顧學業同體育發展，為佢哋提供喺城大接受高等教育嘅機會。呢個計劃嘅獨特之處在於冇年齡同埋學業成績嘅限制，唔單止可以豐富運動員嘅校園生活，更加促進佢哋個人成長同埋體育成就嘅卓越表現。Hello， 我係羅心文，係香港空手嘅運動員，同時亦都係城大嘅 Salsa 運動員。咁我而家係讀緊 Social Science 嘅，而家係 Year 3，現時世界排名係第23位。大家好，我係李俊熙，係香港城市大學嘅 Salsa 運動員。我主項係打羽毛球。我讀 Social Science major 係 Criminology， 喺2017年曾經攞過世錦賽嘅銅牌。我係何仲倫 Michael， 今年讀緊 Year 4嘅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而我係游水嘅運動員，曾經代表過香港出去泰國、馬來西亞，去過全國學生青年運動會。我係喺2022年透過 Salsa 呢個計劃去入讀城市大學啦。得知道有呢個計劃嘅時候咧，我就二話不說即刻報咗名啦。或者係我呢個職業生涯嘅尾段，我應該去嘗試下唔同嘅嘢啦。喺體育學院就聽到城大嘅 Salsa 計劃啦，咁我覺得係時候執翻起本書去學習下唔同嘅知識啦。呢度嘅 team manager 同埋同學都對我好好，所以就越嚟越中意呢個地方。喺學系要推出呢個學生運動員支援學習計劃入邊咧，我哋都好支持嘅。我哋好希望咧，佢哋喺大學入邊，除咗運動員之外，佢哋亦都可以有多方面嘅發展嘅。每一年嘅比賽都好密，基本上係每個月都要離開香港。學校知道我哋運動員嘅需求啦，去盡量進行一個協調，能夠提供到一啲網課啦，或者係 Zoom 去做翻溫習。亦都俾我準備完比賽之後咧，先翻嚟學校上堂都冇問題嘅。咁我主要嘅職責咧就係負責跟進翻運動員佢每個學期所學習嘅科目啦，同埋了解翻佢哋有啲乜嘢 assessment criteria。Salsa 呢個計劃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 ，soft skills training 啦，又或者係我哋學生幫手方面嘅，有效咁樣協助運動員咧去適應一個大學嘅生活。最大嘅一個挑戰咧就係佢要平衡到佢嘅訓練、比賽同埋測驗考試同埋功課嘅要求，可能要延遲交功課啊，或者要早啲做測考啊。咁呢啲咧，我哋咧都會同佢一齊喺佢選科指南嘅時間入邊咧，我哋做好呢啲嘅安排。好希望佢哋係可以同時兼顧到運動同埋學習嘅。咁城大體育部嘅同事就好好咁同 EAP 嗰啲 tutor 就一齊安排咗一個特別嘅英文班俾我哋啦，令我哋更加容易去理解點樣寫一份 essay 啊，學習到乜嘢係 academic language 啊。讀大學4年入邊一定要去交流一次，知道上海交通大學嘅游泳校隊喺國內算係數一數二嘅，全靠 CTU Salsa 嘅團隊去幫拎到今次呢個交流咯。我認為係擴闊咗自己嘅視野。城大嘅校訓咧就係敬業拗群啊！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學生咧係有一個專業嘅知識啦、好嘅技能啦、態度啦，係貢獻社會嘅。所以咧好希望更加多嘅運動員學生咧選擇城市大學。學生運動員學習支援及入學計劃，支持雙軌發展，成就卓越人生。